大家好啊，我係心心。今年春節假期我就翻咗去香港同內地過年。今次由日本飛翻去中國，包括香港過年，突然之間俾到我一種回到世界中心、世界最先進地方嘅感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每次出國旅行，心情都特別興奮，覺得去歐美或者日本呢啲國家就會見到好靚、好新奇、好先進嘅嘢。但係喺疫情之後，當我再去到外國嘅時候，我2024年大學畢業旅行去咗歐洲，之後又嚟到日本讀書。我嘅感覺就係呢啲地方10年如一日，無論你去幾多次都好，都唔會有變化，所有嘢都係一模一樣，好似僵化咗咁。如果而家將佢哋同我哋中國比較，直情可以用落後嚟形容。但大家要知道呢樣嘢唔係淨係我講嘅喎，好多嚟過中國嘅外國人都有呢種睇法。我今次返去香港過年係由東京先飛上海，當日我係由涉谷坐巴士去羽田機場啦，然後凌晨2點半坐日本廉航 Peach 去上海。落機踏入浦東機場嗰刻，雖然好多商鋪仍然未開，但係心情仍然係好興奮。隨住國家變得越嚟越強大，近年每次出國一段時間之後再返去中國，踏上祖國呢塊土地嗰刻，我都會覺得好驕傲同自豪。特別係當我見到掛喺機場入面嗰支國旗嗰陣，感覺自己真係好幸運，可以成為中國呢個文明大國嘅一份子。我知道有好多睇我影片嘅觀眾，包括海外華人朋友，其實都係好熱愛祖國。我相信你哋每次坐飛機去到中國嗰刻，都會有我一樣嘅感覺。我而家喺日本留學，見到呢個國家每日都喺度走歪路，不斷衰落，有時都會覺得身邊嘅日本朋友好可憐。如果要我做一個日本人，真係唔知點算好啦。講返嗰日先，我到達上海浦東機場之後，就坐浮磁列車去虹橋站，再轉搭高鐵落溫州。我係喺手機 App 上先買飛，再揀位，到咗預定時間，用電話掃碼入閘上車。呢樣嘢睇落簡單，但係全世界冇其他國家做得到。列車啟動嗰刻完全冇感覺添，車廂入面係平穩安靜，成個過程穿州過省，好快好舒服。喺中國，對於國家嘅科技發展效率同埋速度，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唔當係咩一回事。咁離開咗中國一段時間，今次再返去過年，就俾我可以同大家一齊重新再感受一下我哋祖國其實係有幾咁先進。至於你問我啦，點解我會先去溫州嘅？其實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雖然我係喺香港出世，但係溫州咧係我嘅故鄉，即係老家。我喺呢度咧係有好多親戚，亦都有地方住，所以每逢放假，我都會翻去溫州行下。今次我翻咗去溫州之後，就爭取時間去咗睇中醫同埋整頭髮，之後就再飛翻去香港過年。雖然話就話我係翻香港過年啊，但係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同屋企人去咗內地玩。我哋同好多其他香港人一樣，揸住部電車經港珠澳大橋去咗珠海、深圳同中山一帶玩。咁喺呢2個星期，我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同餐廳食嘢。我發現，不論係粵菜、潮州菜、湘菜或者重慶火鍋、東北串燒，定係日本料理，甚至係西餐，喺內地唔同嘅城市，都總會有一啲餐廳做得好出色，做得好好食。喺北京住咗5年，我發現嗰度普遍餐廳嘅水準係一年比一年進步，啲嘢做得越嚟越好食。今次去廣東一帶旅行，我發現一樣係有好多好正嘅嘢食。我覺得自己真係俾國內嘅美食縱壞咗。以前細個出國旅行唔會覺得外面嘅嘢唔好食，好似以前嚟日本咁，都會覺得呢度有好多嘢都好好食。但係內地讀書同生活咗幾年後，而家每次離開中國出去外面旅行或者住長一啲時間，真係覺得冇啖好食啊！不論餐廳嘅種類、食物嘅款式或者味道，同我哋中國真係冇得比。我啲北大同學嚟到日本之後，仲成日同我講笑，話喺呢度日日都食唔飽。所以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中國而家必然係全世界最多美食嘅地方，必然係世界嘅美食中心，而且喺呢度食嘢嘅性價比一定係最高。講多個數據俾大家聽，中國人而家食嘅肉類、蔬菜、水果同海鮮消費量都係穩穩嘅世界第一。可以自己揸住架車穿州過省去唔同城市食同玩，係一件好寫意嘅樂事。以前睇西片、睇美國電影，令大家好嚮往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呢種生活。
大家一直以為呢種生活只係喺外國先至有，但係而家喺我哋祖國都有啦。我哋國家將啲道路同橋梁整得好靚，四通八達，揸車喺上面行感覺好舒服，而且喺中國揸車四周圍玩，比起外國要安全得多好多。大家仲可以去到邊食到邊，真係太爽啦！講到食嘢啊、玩同消費，梗係唔可以唔提我哋領先世界嘅數字化支付方式。喺普及程度、應用場景同基礎設施建設幾方面，冇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可以同我哋中國相比。無論你係身處喺餐廳、地鐵、商場，定係叫個外賣、叫車，而家差唔多所有嘢都可以用一部手機，通過支付寶或者微信等支付方式完成交易。可能因為呢樣嘢已經喺中國被廣泛應用超過10年，所以大家都習以為常，唔覺得自己國家比西方國家先進。但如果你去外國住一段時間，例如好似我咁要喺日本生活，每日都要帶一堆銀紙同埋硬幣出街做交易嘅時候，你就會發現用現金真係好麻煩啊，好唔方便。今年1月份嘅時候，英國首相施紀賢去到中國訪問，佢除咗去北京，仲有去上海。佢就俾傳媒影到，當佢喺上海豫園老字號綠波廊買一盒價值48蚊蝴蝶酥嘅時候，佢居然攞出一張100蚊紙嚟俾錢，跟住店方又要攞一堆散紙找俾佢。一時間，施紀賢就變成一個異類，好似一個由幾十年前翻過嚟嘅人一樣。有人就覺得數碼支付令我哋冇晒私隱，例如政府可以隨時查到我哋將啲錢放咗喺邊度。我想講嘅係，如果你啲錢係唔見得光嘅話，就算轉去用比特幣，又有啲咩分別呢？你見唔到趙長鵬同陳志都係一夜之間俾美國政府收割晒啲比特幣咩？而且佢哋講緊嘅係幾百億美金價值嘅錢，而唔係我哋諗嘅咁少。講到新科技嘅應用，中國現時係世界上擁有最多新能源車嘅國家，無論係產量定係充電基礎設施，中國都係遙遙領先全球。所以而家就算我哋揸住架電動車由香港去內地玩，想要幫架車充電，其實都係好方便，因為大部分商場都有好多充電位。相比起嚟，而家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咧，都仲係非常落後，因為各種唔同原因，包括技術不足，佢哋仍然冇辦法大力發展電動車，而仲係靠石化原料作為動力來源嘅燃油車。喺2025年，中國新能源車嘅產量已經達到1660萬架，並且佔據全球市場銷量70%嘅份額。意思即係全球每10架賣出嘅電動車就有7架係中國生產。中國國內嘅車市場亦已經進入咗新能源車主導嘅新階段，新能源車佔零售銷售嘅57%，傳統燃油車係43%，而呢兩個數字仲係不斷咁拉闊緊。大家千祈唔好睇小中國嘅新能源車，即係電動車啊！喺技術上，中國從來冇停止過發展，一直都有新突破。喺啱啱過去嘅3月5號，比亞迪喺深圳舉行咗一場叫閃衝中國改變世界嘅技術發佈會，入面有一項技術突破震撼咗全世界。比亞迪第2代刀片電池充電由10% 充到70%，只需要5分鐘。由10% 充到97%就係9分鐘。呢項新技術刷新咗全球量產電池最快充電紀錄。相信再過幾年，中國電動車嘅技術會遠遠拋離西方，西方就只能繼續留喺用燃油車嘅舊時代入面。除咗電動車之外，而家中國幾乎喺所有清潔能源發展嘅關鍵領域都係領先全世界。例如中國喺風電、光伏、水電、生物質發電等清潔能源嘅裝機規模都係多年嘅世界第一。2025年，中國全社會嘅用電量，包括利用清潔能源所產生嘅電力，首次突破10萬億千瓦時。呢個數字相當於美國嘅2倍多，亦超過歐盟、俄羅斯、印度同日本嘅總和。呢個成就充分反映咗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同人口大國嘅經濟實力。因為新能源嘅成功推廣同應用，近年中國嘅空氣污染問題得到大幅度嘅改善。數據顯示，中國嘅碳排放強度近年係不斷下降。自2012年以嚟，中國嘅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已累計下降34.4%，
相比起2005年降幅超過51%。中國係近年全球空氣質量改善最快嘅國家，國家已經實現經濟增長同空氣質量改善嘅雙贏局面。我自己就喺北京生活咗5年，睇住嗰度嘅天空變得越嚟越靚，霧霾嘅日子越嚟越少，藍天嘅日子就越嚟越多。一位美國紐約時報嘅駐華記者近日就發表咗一篇文章，題目係為什麼生活在中國就像生活在未來。文章分析認為，中國喺清潔能源技術、自動駕駛汽車同其他創新領域嘅發展速度已經超過美國。中國科技嘅創新能力確實係好犀利，並且已經開始領先全球。記得舊年農曆年，當美國正喺度大力宣傳發展 AI 嘅時候，中國 DeepSeek 就橫空出世。我哋用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嘅成本，實現咗媲美甚至超越 OpenAI 等西方頂尖大模型嘅性能。今年中國科技界又再接再厲，有 Cadence 問世，首次喺視頻生成領域推動中國 AI 實現全球技術反超，打破咗歐美長期以嚟嘅壟斷局面。2026年開年，另一樣令西方震驚嘅科技突破就係我哋國產機器人技術。喺今年春晚入面，機器人展現跳舞、耍長棍、醉拳，甚至連續空翻一系列高難度動作。結果美聯社、路透社、BBC、泰晤士報等多間西方主流媒體就形容佢哋嘅表演係難以置信、大放異彩等等。呢樣嘢連嚟中國訪問嘅德國總理默茨都忍唔住要即刻去杭州機器人企業宇樹科技親身觀摩同了解一下呢種新技術。其實除咗紐約時報之外，馬斯克亦曾經多次提到中國就係未來。咁到底中國係咪真係可以影響到世界嘅未來呢？我哋可以一齊睇埋中國喺經濟同埋貿易方面嘅表現。中國經濟對全球 GDP 嘅貢獻已經連續多年保持喺30% 嘅水平，成為全球製造業同消費市場中最重要嘅一環。中國工業生產嘅成就更加係人類史上前所未有嘅。喺2025年，中國實現咗貿易順差達到1.189萬億美元嘅世界紀錄，意思係我哋同全世界所有國家嘅交易入面，賣俾佢哋嘅嘢嘅收入比買入嘅多出1.189萬億美元。呢個其實就係中國強大同不斷升級嘅工業生產能力喺國際市場上帶嚟嘅直接結果。呢個數字到底係有幾勁同震撼呢？佢係震撼到連美國財長貝森特都忍唔住走出嚟發爛渣，話世界冇辦法接受中國貿易順差係超過1萬億美元呢件事。我認為西方國家接受唔到都要接受㗎啦，因為我哋係全憑自己多年累積嘅實力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如果你哋其他國家有本事嘅話，都可以咁做。如果真係唔滿意嘅話，可以同中國脫鈎，即管睇下邊個大鑊啲。我可以肯定，如果咁做，西方國家嘅生活水準即時會大幅度下降，睇下佢哋承唔承受得起。最後喺外交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強調多邊主義同平等交往，尤其係對小國。中國反對叢林法則，堅持以國際法為核心，並推動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嘅國際秩序。近年，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同多個國家嘅合作，共同發展經濟，同時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概念，希望喺全球範圍內推動公平發展方案。中國嘅理念唔單止有助於提升小國嘅經濟發展，仲能夠強化國際間嘅合作，增進各國人民之間嘅友誼。至於另一大國美國今時今日嘅做法，同我哋中國相比，可以話係背道而馳。特朗普經常胡言亂語、顛倒黑白，並不斷強調美國優先，對盟友大力施壓，爭取利益最大化，對小國瘋狂掠奪、濫殺無辜，並且四處發動戰爭，視國際法如無物。呢種惡霸流氓嘅行為，到最後必然會引嚟全人類嘅強烈反彈同反擊。面對未來，中國將繼續保持開放包容嘅態度，推動國際合作，為世界嘅繁榮同發展貢獻巨大力量。我相信中國嘅做法，最終一定會得到全人類嘅支持同擁護。所謂得民心得天下，中國必然會係未來世界嘅新盟主。咁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